亲自辟谣退出中国男篮国家队。你知道李凯尔到底有多爱中国吗？相比于其他归化球员的漫天要价过来捞钱，李凯尔加盟中国男篮几乎没要什么钱。早在2018年的时候，李凯尔不远万里地跟随穆青来到中国认亲。近日由于归化后，李凯尔并没能带领深陷泥潭的中国队走出困境，对此不少媒体便预测他将退出中国男篮。对此，李凯尔第一时间便站出来进行了辟谣，并表示自己迫不及待地想再次穿上中国男篮的球衣了。李凯尔这份中国心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，当中国男篮在拉斯维加斯集训时，他会亲自前往进行探班。在 NBA 比赛的赛后，面对来自中国的球迷，李凯尔也会第一时间为其签名合影。对于中国男篮的动态，他也会时刻在网上关注。虽然李凯尔没能带领中国男篮走出困境，但他这份中国心是毋庸置疑的。